保时捷呀，你说你这么欠儿，你为啥不买第一台呢？我看看你那车钥匙，我来鉴别一下真伪。姐妹不礼貌啊，都伸我牙上拍了。这玩意儿什么声儿啊？你车挺厚道了。我喜欢他啥了？帅，车帅呀。人肯定是不帅。什么手机？怎么不换17 Pro Max 呢？留着给他换呐，哥们属实也没多少闲钱儿了啊。在沈阳有多少套房子？坐下说，后边观众看不着啊。3套房子，沈北、沈河、黄埔。沈北那就卖了吧，那么远开保时捷也费油。沈北那套房子花多少钱买的？70多万，现在呢？40多都不到了。嘿嘿，财阀也有财阀的苦恼是吧？有钱人有什么苦恼吗？